卫福部公告长照申请服务的给付办法，也就是人讲的长照3.0，会分做3阶段实施。扩大服务对象嘛增加给付，预计有73万人受惠。上近今年9月开始，有请外籍看护的家庭嘛会使用社区的日照服务。咱国已经建立超高龄社会，至今嘛差不多20几万有请外籍看护工的家庭。本来是无法度使用日时照顾家庭托顾服务，但是卫福部宣布，自今年的9月初一开始，这个长照个案只要经过评估，就有机会当适用。希望会当透过一对多的社区照顾模式，减轻或者是延缓失智失灵的情形。失智症的长辈非常需要社会的参与跟刺激，长辈可以走出家门，然后接触到更多人的话，其实对他的整个失智症的延缓和他的心情健康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。卫福部公告上新的长照申请服务一个给付办法，也就是俗称的长照3.0，将会分做3阶段实施。除了今年9月实施的扩大照顾地点，明年115年元旦开始，也会扩大新增加50岁以下少年型失智加失灵的人，也个继承后期综合照顾计划 PAC 对象。第3阶段是自明年7月开始实施，将会提供每3年6万块的额度，会当用在做水身躯、大小便、居家照顾眠床等5大面向智慧型科技的辅助器具，提升长照的品质。过往我们补助的这一些辅具都比较是传统类型的辅具，像是轮椅啊、气垫床啊。台湾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一些智慧照护的科技辅具，那对于个案其实也非常的有帮助，所以我们把它纳进来。另外，也将会扩大社区式的交通接送，提高营养照顾的给付，优化居家休喘服务一挂。卫福部强调，目前推估适龄的人口差不多72万人。明年长照新制度实施了，估计会让增加6000多人使用，所有使用的人差不多是73万人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